點解放大咗喎？嚇鬼死！嗱，東風先嚇。咦，真係喎，真係東風嚟嘅。你當眼殘咧係啊？嗱，呢段片應該話咧，大陸鐵路發展記啊。係啊，佢可能依家猛咁出東風落嚟啊！呢現上水啊，好有意義喎呢段。玩嘢啊佢，都話咩咧？咩隻㗎嘛？我紅磡列，呢班係紅磡啊，停低俾你上啊！免費啊！0013都係。哇！好晒係架東風嚟先啫，大家介紹緊咧50、60年代究竟係用緊啲咩車？好啦，跟住啦，現代化嘅車就係咁樣啦。不過俾59一定激死，因為佢呢卡有餐車咯係。